但其自从推出电成功洋芋片等文创品牌以后，造成媒介轰动，普遍欢迎嘛拢真好食。不过，议员李宗翰则进一步替台南农产找出路，因为文化局所推出的品牌加工食品当中所用的番麦，或者是牛奶，其实咱在地拢找到原料，所以希望市府许可将文化创意结合优质的在地农渔业。学甲农会，甚至我们整个海线蛮多农会都有生产这个玉米，其实也让家因拜托一个啦。迄个每一个农会甲咱斗相共一个，你敢有这个空间无？参考咱的物件来甲咱使用，我感觉这是有法度落去做沟通的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妈祖赐福的部分，它是牛奶口味啦。牛奶口味应该可以跟我们柳营农会来好好协商一下。我想要跟那个议员先说明，现在我们的开发的策略其实是找一个现在既有的是已经很成熟的商品啦，然后来跟我们的文化的这些icon做结合啦。我觉得确实是更进一步的话，这一些文化的icon怎么跟我们在地的农业做结合？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来朝这个方向来做规划。是，包含像我们善化的麻油，对，然后还有我们成功洋芋片，它用到谁？马铃薯。马铃薯哪边有下营，肯定有定下哦。对于这个想法，你觉得怎么样？我是非常肯定啊，吃在地适当季是最好的。是，所以在地的农产品跟它的特色，你刚刚提到了，你刚刚提到包括那几个，还有包括像麻豆的一些文旦的口味啊，或是像东山的柑橘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加进去我们的文创产品的话，我觉得更有意义。会中议员嘛针对新营第二市场到底拆也是唔拆，一拖就是5档，如何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或者是都市更新的加速执行来开发，创造摊商甲地方的双赢。议员认为现况的都市计划欠周全，要求检讨，嘛具体提出兴建立体化停车场，对此嘛得到市长认同。台南新闻，阮籍林英光采访报道。